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1，诗篇68篇32到33节安尼讲：世上的列国啊，就对上帝唱歌，吟诗称赞主，称赞坐伫对古早就有极悬的天迄位，伊发出极大有力的声。三甲来祈祷，发出极大有力的声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阿爸爸，是阮的上帝，是救阮的石盘。主啊！你的信息甲你的慈爱，要甲阮伫地，因为你的名，阮要得到牙权。主啊！这个天要学到你的奇事，伫圣者的会中，要学到你的信息。主啊！愿要日日因为你的名来欢喜，因为你的公义得到成全，因为你是阮的快乐甲荣光。主啊！伫活着的时，我要来唱歌学到你。世上的列国，拢要来对你唱歌，吟诗称赞你。愿称赞坐伫古早就有极悬的天的主。主啊！因为你发出极大有力的声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